台中市政府伫代理的空桥水化工园举办端午节凉船体验的活动，真热闹。那上手跟握在握柄的位置。台中市长甲各局处的首长伫奥运代表队的教练指导下，学爬船为水上活动做准备，同时嘛，甲客名下华学生做伙体验陆上行走的趣味。听说我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的首长哈，带队划船划龙舟的哈。我这是今年第3年来参加，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，希望能够大力的推广。市府表示讲，为了完善轻艇训练的环境，市政府开6700万打造台中头一座康桥水翼的训练中心，嘛讲带动台中水翼运动的发展。这摆结合节日，好大家享受运动的趣味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。